來關心花蓮萬里溪崩山湖，講觀測到有咧滲水，也到底當時會填出來。林保署是評估講啊，這延後到這個7月20分點，也因為發布紅色警戒，保全湖是繼續踮佇咧收容中心，踮佇內底壓力是真大。指揮官就同意講，居民只要聯絡到人，就使出去活動。透早崩山湖有點仔落，林保署透早5點半出動空中攝影機，全庫容大度已經滿，水位達到1086.4公尺。不過因為懸個所在河新崩塌的物件貼懸，還未溢流，為壩體頭前已經發現洩流量變大，算出來溢流的時間可能會延長。如果它真的要到我們的壩頂高層可能要預估要延後4個小時左右可能預估的時間還是有往後延，大概到7月20的凌晨。新崩塌的結果不穩定，經過檢判，溢流可能延後，不過也可能講崩塌就崩塌，可能透過監控來掌握。相關鐵公路交通及氣象管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，溢流了後1萬戶反應的時間，就要西部大橋維持風球，其他要考慮民眾的需求。溢流的時間點之前，我們有很多緩衝的時間，所以說以便民為最高原則。要降低風險，閣袂要予生活受影響，這是200多戶紅色警戒保全戶的心情。只是有人要去街路買物件，若確保保持聯絡，鄉鎮公所目前原則是放行。另外，當伊警戒出來要飼精神，萬寧鄉長也替鄉親來清明。很多民眾在反映了。那狗、鴨、貓啦什麼的在山上了，上去好好養養，12點鐘之前回來，我在這邊報備一下，謝謝。注意安全就好了，知道嗎？注意安全就好了。好。早起要人去收容中心發點心，閣發單解釋為什麼崩山湖溢流閣延後。它什麼時候是整個很大的水要流下來，我們都不曉得。你們還是住在這邊比較安全。互保全湖生活空間，不過指揮官桂連成要求林保署佇監控頂懸增加密度，做較極限。代替也宣布，評估溢流時間延後，東部幹線暗時6點進前，全線列車攏正常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